平宁城快不保了，唯有朕亲自督战，才有希望。那你带我一起去吗？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们还可以互相照应着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快回去。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吗？杨素，你在将军府看着娘娘，要寸步不离地保护她，不准她出将军府一步。万一城破，你要护送娘娘安全离开。遵命。活下去。别闹了。倪贵相，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？卑职杨素，娘娘咱们以前见过的。我是杨玉第3个儿子，旁人都说我与四弟杨炎长得十分相似。哈哈，我知道，我故意逗你玩呢。哎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跟你弟弟杨炎是好哥们儿。哥们儿？哥们儿就是好兄弟。知道。嘿嘿嘿，都是自家人，你给我行个方便，让我出去。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一个人担着。娘娘，使不得。嘿，我说你们这兄弟俩，一个严一个肃，倒是该严肃的不严肃，不该严肃的瞎正经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非出去不可。娘娘，哎呀，谁敢拦我？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只要卑职活着，就不能让你出这个门。你让不让我出去？娘娘，娘娘，怎么，你也想拦着我？娘娘快走，奴婢断后！姑娘，你这是……娘娘，娘娘快跑啊！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呐！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帮你来了。你怎么不把帽子戴上？还真是你想办的事，就没有你办不到的。既然来了，就好生待着吧。为什么每到团圆的时刻，都会出现一个他？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是啊，他为何出现在这里？你果真是不忍心杀了他。朕把他送去了一个千里之外的地方，原以为从此和他再不相干了。算了，不用解释，我都懂。这个女人说了，她是你非常看重的女人，想必是你的皇后千里迢迢来寻你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要杀要剐可随我便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是要这个女人，还是要平宁城？她毕竟是我南下的一条人命，而平宁城也不能拱手让人。今日之事，无论做何选择，都会落人口实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让我来。老子才是皇上心仪的女人。哼，你们从哪儿找来一个女人冒充皇后？可笑！你干什么？蛮子皇帝，如果她不是皇后的话，咱们对你宫中的事情这么清楚啊！你可不要怕伤及脸面，就这么想办法不认结发夫妻了。好，如果她是皇后，我便将她送还于你；如果她在撒谎，我便把她杀了。你以为只有你会喊？老子嗓门比你大！你这个无耻之徒，就会满嘴喷粪！我这个皇后才是皇上的女人，你竟然敢找人来假扮，你不要脸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别胡闹，你这样会有危险的。都看清楚了吧？就凭老子这副相貌，也就是你们这些脑子里塞满狗屎的鞑子们才会相信她是皇后，还把个弱女子绑到两军阵前来。你不要脸！之前我还纳闷呢，你们的城墙怎么那么厚啊？原来啊，是照着你们的脸皮建的。找南蛮子皇帝跟我说话，找个女人冲锋陷阵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算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付你们这些鞑子，我们南下的女人就可以轻松应对，何必劳烦皇上？你小子！
哥们儿还行吧？你们欺人太甚了！给我放箭！齐胜，皇上，俺蛮子皇帝中箭了！弟兄们，给我杀进去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齐胜，现在谁在指挥？已经乱了。现在开始，听我的。娘娘，快看，皇后娘娘中箭了。是。照顾好皇上。鞑子无耻，暗箭伤人！皇后娘娘中箭了，杀呀！杀光了这些鞑子，为皇后娘娘报仇！杀呀！杀呀！怎么样了？娘娘，皇上虽未伤及要害之处，但剑尖离脏腑仅有2寸，只能在剑拔出之后，方可知道皇上能否安然无恙。你这是废话！别为难他了。你醒了？都下去吧，我有话要和皇后娘娘说。是。方才在城墙上，达子问我是要留下江氏，还是要守城。我犹豫了。我并非对江氏还有情，只是不忍心他的生命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解释这些？你所做的一切我都明白。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只是很少表达出来。只可惜，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。鹏鹏，我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自己清楚。怕是一会儿拔了剑，一切都要看造化。你别胡说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赵王的援军很快就要到了，我若身死，没有他护着你退往泾阳，再召回杨玉等人，紧闭关门，以防鞑子反扑，然后密不发丧，让赵王护送你回圣都，扶浩儿登基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你说的每一句我都记不住，我只要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和我一起回圣都。城墙之上，你已经证明了我没有看错人。你很冷静，我知道，就算我昏不过去了，你也能带着浩儿好好的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再也不想坚强了。我要你活着。别哭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让太医进来拔剑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拔剑！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干什么？我不走！放开我！走吧，娘娘。放开我！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走吧，娘娘。我不要分开，医生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医生，放开，齐胜，我爱你。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朵，空耗着青春。